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5年8月23号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103篇第1节到第8节，尼希米记13章15节到22节，路加福音第6章第1节到第5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安息的主。安息日是上帝所设立的。不但是安尼，上帝阁将安息的恩典赏赐予既然相信伊并且接受的人。上帝6日创造，第7日安息，嘛因为安尼爱以色列人爱守安息日。但是后来以色列人袂记这守安息日的真正的目的，却用守安息日变成做是改名来牵制人。安尼情形嘛，记载伫尼希米记13章15节到22节。伫迄段的期间，我伫犹大看到人伫安息日踏伫酒窟盘糜捆互梨仔载，佮伫安息日将酒、葡萄、无花果甲逐项的货物来运入去伫耶路撒冷。我就伫因买卖的迄日责备因，佮有带伫遐的泰尔人带鱼甲逐种的货物，伫安息日伫耶路撒冷卖互犹太人。我就责备犹太遐的贵族，甲因讲：恁是安怎做一款歹代志，干犯着安息日？以前恁的祖先检嘛是安尼，互咱的上帝将一切的灾厄降落伫咱甲这个城。现在恁要求干犯安息日，一定互上帝对以色列发更较大的受气。伫安息日的开始黄昏的时，我命令人关耶路撒冷的城门。到伫安息日过去以前，袂用得开。我派几啊部下来管理城门，才免得有人伫安息日担货物来入城。对安尼生意人甲贩卖逐项货物的人，有1-2遍伫耶路撒冷的城外过暝。我就警告因讲：恁若是安尼伫城外过暝，若搁安尼，我就要下手来掠恁。对迄时了后，因伫安息日就无过来。我命令利未人洁净家己来固守城门，互安息日来分别罪行。我的上帝啊，求你纪念我所做这的事。照你丰盛的慈爱怜悯我。如果安息日是为着要敬拜上帝的话，那安尼安息日互人得到安息，嘛是基督徒的呼召甲使命啊。但是好咱亲像犹太人就袂记得这个呼召甲责任。伫新约的福音书的中间，咱时常看到犹太人对耶稣基督伫安息日伊伫人帮助人来攻击耶稣。当然，咱因毋捌耶稣，因无承认耶稣是基督啦吼，更加无愿意相信接受耶稣基督就是迄个安息日的主。但是耶稣基督却将这个真正确的真理来甲因分享，并且提醒因，伊就是安息日的主。路加福音第6章第1节到第5节，有一个安息日，耶稣对麦园经过，伊的门徒摕麦穗用手落来食。有一个法利赛派的人甲因讲：恁是安怎伫做安息日袂用得做的代志？耶稣因讲：恁敢毋捌读过大卫甲对伊的人巴肚枵的时所做的代志？伊入去上帝的殿，摕献祭的饼来食，嘛互对伊的人食。这款饼只有祭司才通食。耶稣甲因讲：人子是安息日的主。
神的诫命，毋是咧教导咱着爱尽心、尽力、尽意听主你的上帝。第二个也上款的重要，就是爱听人亲像家己嘛。怎样会通因为要死守安息日，来互人制造一个生死不管呢？着爱记得耶稣基督就是安息日的主。诗篇103篇第1节到第8节，我的心神啊，着称赞上主，着用全部的心神学了伊的圣名。我的心神啊，着称赞上主，毋通袂记得伊一切的恩惠。伊赦免你隆重的罪，医好你一切的病。伊救你脱离死亡的陷阱，用慈悲甲仁爱做花冠赐予你。伊用逐款好物予你一世人满足，予你恢复少年，亲像鹰鸟遐尼勇壮。上主执行公义，伊为着一切受压制的人伸冤。伊用伊的道路指示摩西，用伊的作为指示以色列人。上主有慈悲，有仁爱，袂快受气，有丰盛的慈爱。恳求上帝来帮助阮，也互阮会通来成做一个忠心的仆人，互阮会通伫尊主做大，因为伊就是安息日的主。互阮会通看到别人的需要，会通来听人来亲像家己，来荣耀主的圣名，奉主基督的圣名求，阿们。